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。哦，老师今日要带咱去迄落听讲，还未甲人讲诶，是毋是？旧年啦吼，旧年迄阵诶是还未迄落公开诶，对无？也未开放，要互人看。即阵还阁有军队咧保护，土年期诶军队，所以这是老师冒着性命危险去翕诶哦。但是我后壁即个是已经有迄落开放诶，咱今日要讲两个所在。一个所在这有开放诶啦吼，你看淡仔学，我堪伊做伙学诶。老师后壁迄个老师后壁迄个就是讲，迄拢抑个是像我徛诶所在吼，迄拢石头，迄个石头你一直甲学落，就有宝贝伫内面诶。是哦，所以这宝贝是袂当学白翕诶，但是安尼。所以咱今仔日真有啥物？真迄个幸运名讲，真好运。好运啦，咱真好运。真好运会当看着老师翕诶哦，这有人去过无？甲咱讲一下吼。所以咱来看即个啥物人到底是先开始进产，还是先开始敬拜吼？咱当来看，即个是有讲。伊这有甲人讲诶吼，开放诶，石殿，咱名叫石殿，是因为挖出来物件拢迄一支足长诶石头，即拢足大支诶吼。古早拢几万当前诶代志啊。即个土地吼，拄好伫咱前礼拜讲诶上热乌尔法，咱毋是讲阿伯拉罕出世伫遮嘛？伊出世诶10几公里戈贝克利石殿，伫即个附近，佫无偌远哦，佫差40公里，就佫有一个叫做卡拉汉石殿。咱今仔日就要来看正个石殿。迄个卡拉汉目前也未开放，就讲也未要互人看。你看这拢写哈 Google 写暂停影片，就是讲袂使看哦，你袂使来哦。因为因也未整理好势，惊挖出来物件啦，足价值互你抢去啊，都无啊。有道理哦吼，所以咱今仔要看是即个含即个咱顶届有讲过即个吼，迄个阿米拉罕伊个出世诶所在，就是上个乌尔巴，荷兰伊个故乡。阿米拉罕伊家己讲伊个故乡是荷兰。是，所以咱呢吼，顶礼拜无看到会当佫转去看一下吼。所以咱对遮个地理历史着较了解。这12000担呢，足久诶吼。即个戈贝克利吼，即个石殿有那叫做山丘啦，因为一粒山咧小可悬悬，无真悬。土耳其诶话，就是讲戈贝克利。戈贝克利啦吼，意思就讲大道诶山，大道啊山就对啦。离开即阵已经有1万担，差不多1万担啦。就是古早诶神，就讲还未开始有人诶时，就拢知影人敬拜神，这足奇怪哦。无讲对一个时代，因诶心内无神，无安尼啊。是有人信毋对，就是讲黑白信家己查考刻诶，还是石头刻诶，家己创造出来诶神，迄无算。总是人拢敲找迄个神，迄个神就是创造宇宙迄个管理诶迄个。所以这是一个雇养诶囡仔，雇养诶人。雇养诶囡仔人发现可能恁像安尼嘛，像我诶后壁有无拢石头，还有草啊。雇养着伫草啊顶悬，甲样啊做伙啊。可能有一工拄啊好，伊看到即个石头，讲即个石头哪会有画，佫有刻物件，就甲别人讲人迄个像有学问诶人，着考古学家，着去鉴定。发现讲这是真古早以前诶代志。所以就开始即个所在围起来，开始学，对涂骹学落去，真正是一个社区啦。这个年代吼，因用什么碳测试，还是讲镭射，因为足侪科学嘅物件要证明
这个时代是当时，所以就安尼来发现。哦，比埃及搁较早就对了。比埃及的金字塔搁较早7000当，这有厉害，所以已所以经世界遗产。可能是阿比拉罕以前的已经有啊。所以你嗯，若毋捌阿比拉罕是啥物人，你也想讲阿比拉罕嘛有看到这呢？嘿嘿，对哦，安尼有道理哦。这是咱一直咧讲诶吼，毋捌诶人，欢迎你去找圣经吼，创世纪内面有讲着因诶代志哦。所以人讲，有人讲，迄个圣经记载诶拢是安那故事啊，拢是含古还是黑白写，我白写，证据拢现出来互你看。愈学愈济哦，吼。所以迄阵就是德国诶人发现诶。德国一个科学家啦吼，就是克劳斯史密特，是1995年对这规片的山区吼，9万平方公尺的土地来用迄个镭射探测啊，来伫遐发现讲，目前已经挖出45块像即种足大地的体型的石头。即款石头足大地哦，因拢做 T 字形，顶悬拢有翻出去，可能是咧看物件，看厝顶啊啥物。哦，是安尼。毋过古早人会当做安尼是无简单哦，几千担以前拢无机械。这敢是迄个看你病悬，敢有？哦，较悬啊，迄物人甲伊袂比者，比人较悬足济啊。哦，老师无徛伫遮甲伊比者，所以毋知。你看因伫遐学诶人，你就知。因咧学诶迄个吼，毋是咧学因伫遐翕相诶，遮诶人你甲看吼，迄条仔是伫涂骹铺起来呢，啊人诶悬度毋是甲顶悬啊一截仔尔，下骹个足深落去。即个体型。迄敢若体型诶部分，就甲要甲人变悬啊呢。哦，体型迄个环诶部分啊。是哦。所以石头是足大地哦。而且伊拢刻即个啥物伫顶悬刻即个动物。刻迄个古早诶动物啦。古早迄只毋知啥物话，看无啥有，也免酷鱼嘛毋对。哦，足神吼！啊，我是讲足神泰国诶迄啥物鳄鱼。蜥蜴哦。蜥蜴，泰国诶是有一点仔神吼，是讲头鱼就对啦，真趣味。所以伊拢刻迄啥物？迄阵时有迄野猪、迄阿猪啦，迄猪啊，山猪啦，讲山猪啦，还是刻鸭啦，啊刻蛇啦，还是迄个龙虾啦。我个第一摆物件自古早就有，啊，就是内底吼，你学着，比如伊学着即个语言对无？即个语言，啊，然后即个语言下骹个有学起来下骹个有一定，就是讲因个时代吼，愈来若看起来啊来顶悬个起一个较细，个起一个较细，伊讲愈起个愈细，啊下上开咧变上水，是安尼个安尼。是，安尼，就是讲有人咧想讲，埃及诶金字塔有哪共款咯？上古早做迄个金字塔上大诶，啊个上水，啊后来起诶金字塔就较细。人咧推想啦，想讲可能是人对迄个信仰诶知识改变，毋是因为你创造诶物件，是因为你诶心，你诶心会敬拜的本质有改变啦，所以就较无注重迄个起足大间的庙啦，是讲金字塔，就是讲要将来伊会当永远活咧安尼嘛。我是想讲是人愈来愈无力。你看以前的人是毋是会当搬遮尔重的石头啊？而且伊阁无起重机即类的物件。有哪有可能啦？愈来愈无力，有哪有可能啦？我知影，我比阮阿哥较无力啦。哎哟，嘛比阮老爸较无力。是吼，对哦，安尼我比你哥较无力，安尼愈来愈无力，所以以后拢毋免出力，因为即阵拢有啥物机器人，对吧？怎个讲啥物 AI，即阵拢会当家己去组群组开讲啊吼。所以人若愈来愈无动，会愈来愈无力咯。愈来愈无迄个，所以你看这拢是语言吼，以前研究拢语言，较好去。
安尼贴起来。甲袂食风啦，你若讲有风咧透对无？你若四角个迄个食风的迄个面哦，厝会好吹倒，啊，你若圆的风吹来，就对边仔闪过啊。较无好吹，安尼有道理吼。啊，所以其实下骹佫做大片的哦，所以咱你学的时吼，听讲迄个西罗亚词嘛是吼，愈学愈发现下骹遮尔大，咱顶个有讲过，哇！你看这个人是遮尔细哦。哦，对啊，拢人咧看。嘿，直接看即个，这个袂学了诶吼。哦，对遮翕过人像狗血啊，适样食。真正，所以讲，古早时诶建筑真正是有厉害诶吼。啊，迄阵开始，拢就是即个所在啊，有咧想讲为什么会安尼起的？啊，有遐尼石头要创啥？有人研究讲，可能是咧宗教诶信仰诶一款崇拜仪式。啊，可能是信仰共款诶人，拢就是做伙伫遐拜啊，拜因诶上帝啊吼。人出世就拢在追求上帝啊。啊，因为逐个拢集做伙，啊要拍啦无够通食，啊所以因着从家己饲猪饲羊吼啊，然后个种植吼，种牧草啊，是种一寡马铃薯啊，什物稻啊、麦啊。哦，听讲这个世界第一个饲猪的所在，低调。饲猪的所在伫遮，伫个土耳其啊，是农业的发源地啦。但是迄个麦啊、燕麦啊，好大麦、小麦，是对遮开始有诶。哦，哎呀，这毋是羊啊！哦，这是羊，真肥呢吼？为虾米这无啥物草，羊啊可以当饲遮肥？哎对哦，足奇怪哦。有人知影？伊拢食大诶草，就会大了足大只。而且你看这大诶草，佫足少诶，啊，迄树啊佫伫要搭，还是因为老师去诶是迄个差不多10月吼，迄阵。总是因会当食大诶草啦。因大诶有哪袂食，无一定讲爱青诶啊。所以有当时啊吼，迄物件咱上帝饲诶较紧吼，家己饲诶可能互伊食做好，伊佫定破病。啊来这上帝饲诶，你食做歹。对哦，这种上帝饲诶。落落。嘿，所以咱看即个吼，即个就是还另外，即个卡拉汉石丁，即个还袂开放哦。是。所以讲袂当翕相，规定袂当翕相，所以我拢无翕哦。啊，这照片是我用手机翕的哦。哦，会当用手机啊，袂使用。手机啊，袂遐慢啦，你袂安尼，你要做，因为迄导游啊，讲用手机袂要紧啦，啊，袂使摕卡面拿出来翕，因为安尼甲袂互人看讲，哎，甲你讲袂使，啊，总是安尼较好势。是安尼。即个吼，即个石丁吼，离开拄则迄个46公里啦。两个当讲姊妹啊，遗址哦，两个是姊妹啊，考古的所在。哦，啊，所发现的物件也差不多，有哪是迄个梯形的石条。所以伊原来是动物啦，吼，就是讲有哪乌是足济迄款形体，安怎足大只吼。然后即种继续咧学，即摆咧一点一点咧学。这足大诶吼，但是这比人较悬诶哦，毋通看伊安尼生气。学出来物件拢真大。是，这真正是无简单诶。你看即个嘛是吼，为虾米因要起安尼吼？毋知影是有人知无？对啊，即摆你著有看诶人家己去想，为虾米因古早人要起即款？而且顶悬佫起动物对无？啊，什物路用诶，什物用途诶？啊，著随在人去想啦。啊，你来历史读足百诶人，你可能著知影，毋知影讲这是要创啥？会当甲咱留言，甲咱讲者。伊这是足特别的吼，嘛毋是讲迄条啊对无？像讲厝诶条啊嘛无成，佫一个。袂是因去拜迄个动物吧？有可能因拜因家己诶神啊，遮有一神因也甲名做乌尔法，上了乌尔法人。因可能是拜一个，因为古早足侪人拢拜迄个查甫人诶生殖器有无？古早足侪迄个山地诶崇拜，拢安尼拜。
托尼基德国的专家发现的，这个什么贴布啦文化雕塑吼，包括有鹰啊、鸟有啥，个有像这身人是汤体，迄边啊骨一支一支拢有看。真正哦，来看这个，你看伊的，伊个伊的边啊骨拢有看，伊的手个扶迄个叫做菲利斯，迄希腊的话吼，即款人咧崇拜的物件。特别吼，古早的人吼，伊会感觉讲，迄会当生囡仔器官对无吼？真重要，传宗接代拢爱哦，还是讲因为迄有毋知影啥原因，因的思想安怎咱毋知。总是应该当作神咧拜就对。做好算的，因为这是上帝创造的对无吼？我记伫伫迄个泰国的北边附近遐个足济国家嘛是拢有安尼。拢礼拜迄对，有道理。对，你看这看起来拢是足大身的啦吼，嘿嘿，拢足像迄个这款刻的这嘛，这是像迄人呢？这敢是拢长去，可能顶管本来讲有动物。足济清当以前的代志哦，这毋是现代的哦。哇，这几万当的吧？老师毋是讲几万当的代志啊。所以其实咱的就是圣经啊，有人讲迄汉古啊。对于学出来物件，就知影讲圣经的记载拢较实。若讲阿伯拉罕有这个人无？有啊无？即摆应该了解啊。有伊出世的所在，佮有学出伊迄个时代，也是更较早人类的社区的生活，你了解圣经所写的历史，看到是遐尼真。咱看罗马书哦，第1章20节。就是讲，这是用自创世以来，人看袂到迄个上帝本性，就是伊永远的大能力甲神性。人若看到伊所创造的物，就会当知影，所以人拢无辩解余地。讲你袂当去讲你毋知啊。咱来看到即个创造吼，而且创造的物件，上帝创造的物件，你得相信。还是讲看到这考古学家所伫土骹学出来物件，咱就知影讲，迄个时代实在是有这圣经写的是确实。是，这是真正的吼，毋是你写故事红仔册对无？所以毋是讲学白想学白写的。所以历史是愈学愈真的哦。有证据的，逐项物件拢有证据。上帝创造你目睭拢看得到，所以你无辩解余地。而且科学吼，人讲科学可能会信用敢有？科学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。是，对，毋是因为迄个科学会当迄个啥物扳倒性。科学毋是会当互你离开上帝吼。你相信科学，你最后你就证明上帝。是，对吼。所以咱今仔真欢喜，多谢老师甲咱偷翕，毋知敢会偷翕，有可能今年已经开放了吼。就是讲即个迄阵未安那开放诶。未开放啦，今年还未啦，还未因着爱学甲拢差不多诶时，也有法起一寡迄路互人行吼，安尼才会使。宝贵诶物件爱保存起来，袂使互人拍歹。真正诶吼，即门诶人拢是快闪吼，拢是要翕相尔吼，无真正要听即个所在吼，逐个拢是去遐啥物叫做普文尔，为着要互人看讲我来过吼，其实毋是真正咧关心即个所在诶人。因着无爱互人去吼，即阵足侪旅游胜地嘛是安尼吼，听讲伊拢甲伊关起来，干那要互真正有
要伫遐住，还是真正有要伫遐研究的人吼，较会当入去，所以较袂破坏即个上帝创造的吼，啊无可能就愈来愈看无水的物件对无吼？是。即阵的天气嘛是愈来愈奇怪吼，真世界吼啊，祝福逐个拢有会当转去，会当啥物有平安吼，有安全的所在吼。啊，咱会当后礼拜个同一个时间，个转来听老师讲过。台湾8:10分，泰国7:10分，澳洲1:10分，做伙个来讲故事。今日非常多谢，来，多谢，谢谢，多谢老师，祝大家平安啊！家己节